您交给珍珠办的事，奴婢都办好了。以后家里头没珍珠什么事了，往后就跟着您老人家，永远不离不弃。小师傅，小师傅，开门呐！小师傅，姑娘，小师傅，快开门呐！施主，我家姑娘问你，珍珠姑娘是不是来过这里？哦，倒是有一位姑娘，方才……哎呀，快些领我去！宝琪来了，李爷，你快去截住他们，让他们也过来。秦二爷，不会吧？肯定是，快去吧。哎，好。施主里边请。这边请。珍珠姐，师傅，珍珠姐，快把她放下来！可是怎么放呢？够不着，让她光裹上去。可这是老祖宗的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快！老祖宗不是阉割要踩您老人家，是没办法呀。一个，快把那白带子弄下来，快点！快点！够不着啊！我够不着，我坚持不住了。我来了，来，我来帮你。珍珠姐，珍珠姐，珍珠姐，怕是不行了。天哪！珍珠姐。老和尚，都是我，你有神通，你能让珍珠姑娘起死回生吗？阿弥陀佛，此生有命，强求不得，善哉善哉。我方才看见了老太太。醒了，醒了，珍珠姐，你醒了。师傅，能否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？有，快去收拾。是师傅。施主，唤老衲前来，不知何事啊？这几天有没有人刚死就来祈福的？日日都有，且不止一个。可有年轻女子？有。可知此女安葬何处？可留下地址所在？凡在这里做过功德的，小寺都有记载。还请师父将他家人的地址录下来给我。那就请贝勒爷稍待。我明白了，你是要移花接木对吧？移花接木，瞒天过海。可是，咱们还需要编一个故事。编故事我能？我知道你行。这样，珍珠姑娘住到我府上，才会没人知晓，便不会有人来打扰。大老爷、大太太，大老爷、大太太，怎么回事啊？珍珠找到了。啊！禀大伯父，昨晚大伯父要孩儿们去寻找珍珠姐，孩儿也去了，幸亏遇到李亲王府的琛贝勒爷，借给孩儿几个镖客师傅，这才能跋山涉水的去寻。孩儿是在燕山的一处悬崖下找到珍珠姐的，真的是好惨。他死了。当时孩儿也不敢认定她就是珍珠姐，幸亏这尸首的头上插着这根簪子，是珍珠姐日常佩戴的，孩儿却是认得的，
虽说模样一阵不清，可这身衣裳是珍珠姐日常穿着的，大家都认得。晦气！哼，真是晦气！哎呦，我的好妹子呀！你死得好惨！给2钱，打发了。我的好心疼啊！我的好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既然是来了，就赶紧把他弄出去，安葬了吧。我的老天爷呀！珍珠这丫头一直都是伺候老太太，日常的打赏怕是不会少的，点都赏了你们家就是。我和大老爷这边再赏你100两银子。谢谢大老爷、大太太赏。那咱们这事儿就到此了断了。我家姑娘真真的是个有志气、有造化的，又得了好名声，又得了好发送。嫂子怕是亏大发了，你家姑娘一条命，卖了100两银子，你就这么欢喜啊？我劝你回家细细的算一下账，若是你家姑娘还活着，而且成了大老爷家的二主子，那又会得到多少银钱啊？师傅们，咱们走。别走啊！我家妹子还在这儿，你们帮护台呀！气死我了，真气死我了！哼，这人心都让狗给吃了吗？又怎么了？生这么大的气？还不是珍珠的嫂子，好像珍珠是他们家的肉，论斤论两，切吧就给卖了。幸亏他见到的是块死肉，若是活的，卖价更高。哎，我也这么说他的。可这都过了晌午了，二爷不会跟珍珠的嫂子说话说了这么多时辰吧？哪能啊！我是因为就要跟着老爷去金陵送老太太的灵柩，我就去跟薛姐姐告了个别。我就说呢，二爷还真是好大精神。我呢，是昨晚早就回来歇着了，二爷呢，还得把珍珠姐送到郑家庄那边去，还得帮着琛贝勒爷给珍珠姐的假尸首化妆，还要把这假尸首送到大老爷那儿，说上一箩筐的瞎话。这顺便呢，还得跟珍珠的嫂子斗斗嘴。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以为二爷总得歇歇了，可二爷的龙马精神竟是不倒，还要去看望你的薛姐姐，我可真是佩服死你了。妹妹，你少嘲讽我，别以为我听不出来。哎呦，我哪里敢嘲讽你呀？自薛姐姐离开了咱这荣官园，我是很少去看她的，真是大不应该。还就是有了你常去看看，这才常有她的消息，让我们这些懒人少了许多挂念。二爷的薛姐姐可好啊？我去是去了，竟是没见着她。怎么？薛姨妈说姐姐她病了，说大夫讲了不宜见人。姨妈这么说的？那姨妈说起我没有？哎，我就是奇怪嘛，不但没有说起你，就连见了我也不像以前那么亲热。我听薛姨妈说姐姐病了，我就问什么病，要不要解。薛姨妈不过笑笑，根本不接我的话头。难道是姨妈怪我了？怪我这些日子去的少了？那你究竟是多少日子才去上一回？这个我也没算过。你知道以前这个院子后头有个小门，去姐姐家很近切的，有时候我一天瞧她10趟也不难。可后来太太让人把那个后门给堵了，要去她家就要打前头过去，绕远不说，这路也不便走。路近些就去得勤，路远了就懒得走，这如何算是个道理？怪不得姨妈不高兴。
可我知道薛姐姐会体谅我的呀。你不要自己打错了主意。若论薛姐姐，更不会体谅你。这回不是姨妈病，是薛姐姐病了。你看见她家里出了那么多事，她又病到那步田地。你倒好，姨妈说一声，大夫不让去看，你就果真不去看她。你也不想想，薛姐姐会不会恼你？坏了坏了，还真是的。难不成薛姨妈说姐姐她病了，其实是试探我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好啊！妹妹，这么一来，薛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？她和你好不好我不知道，我也不过是照理而论。哎呀，我想这个人上他做什么呀？天地间没了我，倒也干净。原是有了我，便有了人；有了人，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，恐怖、颠倒、梦想，更有许多禅爱。其实我刚才说的，都是逗你的话。你不过是看见姨妈没精打采，如何便移心薛姐姐身上去？姨妈心绪不宁，或许正是因为薛姐姐的病，所以才没心思应酬你。还不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乱想，把自己钻入魔道里去了？还是妹妹说的好，你的性灵还真是比我强远了。从来都是，我生气时，你便和我说几句禅语，我虽然对不上来，可气总是消了。我就算是丈六金身，还要借你一经所化。你既这么说，那我再问你一句话，看你如何回答。讲来。薛姐姐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薛姐姐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薛姐姐前儿和你好，如今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薛姐姐今儿和你好，后来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和她好，她偏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不和她好，她偏要和你好，你又怎么样？任凭弱水3000，我只取1瓢饮。瓢之漂水奈何？非瓢漂水，水自流，瓢自飘耳。水指诸尘，奈何？禅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春风舞鹧鸪。禅门第1戒，不打诳语，有如3宝。哎，我说你们几个，都仔细算好了啊！这要是少了银子，你们都吃不了兜着走。是。真没想到，老太太那些珠宝换成银子会有这么多。那何不换成银票呢？老爷带着去金陵也方便许多。你这话我也问过老爷，老爷怎么说？老爷虽然什么也没说，可他的意思我猜出来了。银票虽说是方便，可若是官家要查账，银票交易那是一查一个准儿。老爷这次去金陵，打的旗号是护送老祖宗的灵柩，可这更重要的事情是去购买祭田。老爷显然不想让官家知道咱们家买祭田的事儿，所以宁可费点事儿，
宁可带着银子走路，也不使用银票。老爷确是个细心的人。哟，分银子呢，我就来巧了。这些银子都是老爷要带走的，凭他是谁，也不准分。何必做得这么绝情啊？我拿几锭，没人知道。你，可我知道。跟你说，这是要派大用场的，不能让你拿去还赌债。不，你来人，二奶奶，找上几个妥帖的，抬到老爷那儿去，跟老爷说，我过会儿就到。是。起来。好啊，你无情，别怪我无义。你，哎呀，行了，二爷，不就是几锭银子的事儿吗？什么情啊义啊，犯得着吗？你让开！你等着，早晚我休了你！父亲啊，找儿子有事。啊，是这个事儿。哟，这么些个银子啊！所以叫你去请一家镖局，这些银子要打个保票，去金陵的路上要保着走。这事情好办，郑家庄那边就有。上回琛贝勒请儿子在那边吃肉，同席的就有好几个镖局的老大。不可，不能用郑家庄那边的人。这是为什么？你不必问，我说不用就不用。是。你还站在这儿做什么？儿子还有个事。啊，有事快说。来，你们几个先出去。是，快。父亲，珍珠姐她没死。你说什么？她不是都已经葬了吗？那都是儿子造的假。你造了个死人？是。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父亲，大伯他定要珍珠姐做小，珍珠姐宁死都不从，而且她真上了吊，幸亏林妹妹和儿子救得及时，她这才没死成。可儿子知道，大伯宁可珍珠姐死掉，他也绝不会放手。儿子实在没办法了，就弄出这么个法子。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你！此事让儿子撞上了，儿子只好变做了。可儿子不知道，若撞上此事的不是儿子，而是父亲大人，您会如何做？比起你来，我自然会做得更妥当。是，不知如何更妥啊？放肆！这等事情我岂能教你？是，儿子明白了。儿子，请父亲示下，南行之时，偷偷带上珍珠姐，让她到金陵与她父母在一起。你觉得这件事可瞒得过你大伯父？珍珠姐这会儿还藏匿在铁槛寺里面，走行的那天，让她偷偷的在半道上等咱们，再偷偷的把她给接上，这样大伯不会发现。你说你这叫救人啊，让你弄得跟做贼似的。如今是你惹下的事情，你自己去处置，我是不管的。谢父亲大人。你要去郑家庄，关我什么事？你真没什么话要我带给他的？秦二爷真会说笑，他是哪个？我倒不认得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等我跟家父去了金陵，你要再跟他私相联络，可没了我这个话事人啊。那么多男人，也只有你，我还愿意交往。知道为什么吗？
我也奇怪为什么呀？因为在女人中，我是另类，你呢，在男人中，同样是个另类。另类？不是俗品。哦，我明白姐姐你的意思了。你是说所有男人都追求仕途，而我呢，却无所谓。我说的这个品字，很难说得出道理。若是说出来了，便又是俗了。瞧瞧，什么话经姐姐的口里面说出来，果然就另类了。就比如琛贝勒爷和我的过去，若是别人有你我这等交往，早就忍不住问，你却偏偏不问。又比如你与我与枕霞，大约都有许多关切。我若与琛贝勒爷又有交往，难道不会伤害了你的枕霞妹子？谁知你方才还要帮着我与她交往。我想，你刚才说这话时，根本就没有想到会伤了枕霞。这大概正是我的短处吧。我日常去看薛姐姐，想不起说与林妹妹知道，可她若是知道了，准定有3天不会理睬我。我其实并不想瞒她，我只是想不到。这其实正是你的长处。别人见到男女在一起，不用想便认定是私情，你却不是。你只是欣赏他们的美。姐姐说的真是不错，我还真是这样的。甚至那些由不幸而造成的凄凉，你都能看成是美丽，都能真诚地一边欣赏着，一边去关怀它。本来嘛，凄凉也是美的呀，就好像，就好像清晨的雾水。让我感到痛苦的不是它们总会消失，而是绝无仅有的。你知道，当我看到哪个姐姐妹妹，但凡是她与另个有一点不同，我就感觉获得了新的发现，有一种莫大的乐趣。好像鲜花总会开放，可每一朵都有不一样。每个女人都会微笑，可又笑得不同。就像美人痣，好像都是一样的，可只要在不同的姐姐妹妹脸上挪了地方，我总会觉得那就是不一样的美，永远让我神魂颠倒。还有眼泪，若是为爱情而流，我流泪时我会心碎，别人流泪时我也同样心碎。我整天忙了这里，又忙了那里，可若是让我忙着升官发财，我会觉得索然无味，倒不如瞅着几封发黄的信笺，或是见到一把褪色的扇子，拿着它到处去打听，它曾经在哪个姐姐妹妹的手里使用过。我总觉着，这样才是最值得做的，也是最有趣的。这样的话，千万不要再说给别人听，他们会说你是病人，甚至会说你不是男人。雨林妹妹也不能说吗？我过去还真是没跟她说过，怕她又多心。你的林妹妹会怎么想？我还真是说不好。按说，在荣官园里头，我跟她的关系最要好。自从枕霞妹子嫁到了郑家庄，我总是躲着她，偏偏交往你一个。还真是的，我和林妹妹来访，你总是不见；我自己一个人来，你却没一回不见的。不是我偏要见你一个，而是我和琛贝勒爷的事情，你不问，我不说；或者你问了，我还是不说，你我都觉得没什么。可若是林妹妹她问我，我若是不说个清楚，两个人心里便都会存了芥蒂，渐渐的把姐妹情谊都丢了也说不定。这么说，你我是知音，雨林妹妹倒不是。
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这么说。停轿！哟，秦二爷，有些时候没来了。贝勒爷可在家？还真是不巧，咱家小爷出去了，出远门了。那还真不巧。可少奶奶在，要不您去见见她？我过会儿再去。我先到那边去看看。哎，把轿子停边上去。麻烦你了啊。哎，二爷，瞧什么呢？趁贝勒不在，我得找个熟人。真是新鲜，您在这儿也有熟人啊？哼，哟，这不是秦二爷吗？如何，熟人有了？幸会幸会，您是？在下是哦，您先别说，让我想想。哦，胡掌门。秦二爷真是好记性，在下胡一刀。一刀兄，秦二爷是来找在下的？那倒不是专门来找胡掌门的。可既是见着了，那就是有缘分，干脆也不找别家了，就劳您大驾。秦二爷客气，请里面坐，请。二爷，请。胡掌门，您喝茶。原以为镖局嘛，总要有些威武的气象，不料你这里很是雅静啊。威武不在外表，走山走水的活计做起来，反倒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好。胡掌门这话说的地道，我也不喜欢这一路上张牙舞爪的，扰了游山玩水的雅兴。二爷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陪着家父家母，还有我家老祖宗的灵柩，回趟金陵老家。原来是孝行，好像用不着镖局啊。只是带着几箱银子，有硬通货。那胡掌门可愿接这一单活？镖局嘛，就是做这个的，何况是秦二爷的事情，更应该尽心尽力。只是我家贝勒爷不在，我得请示一下王爷。其实也就是挂个号，请王爷知道是哪家镖局外出公干了。哟，原来这些镖局真是李王府的。看来贝勒爷没跟二爷说过这事儿。贝勒爷知道，我对那些动刀动枪的事儿可没什么兴趣。其实这事儿一说就明白。二爷可知道李亲王爷的父王，也就是已然去世的那个圣祖康熙皇帝一朝的废太子？哦，这个我听说过呀。都说若是那个太子没有被废的话，眼下坐龙庭的，那就是贵府的李亲王爷了。这个事儿嘛，说起来复杂了。身为太子，可拥亲兵，这倒是本朝的制度。可是后来太子被废，让我们这些前太子府的亲兵都成了为人保镖的，日常接个活，走趟镖，能养活自己。可王府一旦有事，我们这些镖局的兄弟，还能像当年太子府的亲兵一样，保家护院。胡掌门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了，难怪这条大街上这么多镖局。哎，胡掌门，那事情就这么定了，保票要多少，你说了算。二爷痛快。哎，不过还有个不情之请。二爷请讲。胡掌门走这趟镖，弟兄们该不会都穿戴着王府亲兵的盔甲吧？那自然不会。那就好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走这趟镖最好是暗保，就是郑家庄的旗号也不要打出来。这个您放心，您说怎么着，咱就怎么着。多谢胡掌门。兄弟们，大家都精神点。是。兄弟啊，有劳了，一路走好。老爷太太放心，家里有我。父亲母亲走好。双儿，哎，我林妹妹怎么不见？这么大半天没见她，怕是根本就没来。这，该不会是病了吧？可我昨晚去见她，她还好好的呢。哎，明言，哎，来，你赶紧去看看林姑娘，她是不是病了？好嘞，然后回来告诉我。哎呀，姑娘也真是的，即使要给她送行，何不到前院去，又近切，又能见到面，又不用爬山。哎呦，
你懂什么？我才不要呢！那里人那么多，说的都是敷衍的话，我不爱听。再说，我也没要你跟来。我不是说姑娘不该来送他，我是说这里风大，染了风寒，还不是姑娘自家难过。其实我也知道，明知到了这儿，也还是看不到他。本来就是，就多余来。二爷，一切准备妥当，可以出发了。啊，那有劳你了。准备出发。哎，姑娘快看，是秦二爷。他一走，日后这园子里更要显得空了。走吧。那边是什么人？快去看看。啊。是祁煜师傅啊。真是巧了，在这里遇到林姑娘。可不是，三番两次到庵里去拜谒，总是见不着。到底死了心吧，反倒在这儿不期而遇。祁煜师傅，你来这儿也是来送别秦二爷的吧？英哥，别瞎说。怎么，秦二爷是今日出行南下吗？英哥，祁姐姐既不知秦二爷行止，如何是来送行的？况且就是来送行，并不当面送，却要登山还不能见着。除了你我，哪个会这样傻？原不知林姑娘到这里做什么，现在知道了，真让人好生敬佩。敬佩？姐姐不笑话我，我就高兴死了。林姑娘做事原本不随流俗，但凭本心。其实就是因为这个，平妮愿与林姑娘深交。日后妹妹再来云翠庵，一盏香茶总是有的。那好，你的那一盏香茶，我现在就要喝。那我们走吧。我的爷，我这里可是好久不见你的钱了。哎，你知道，近来我手头紧。哼，都是你的女人，为什么你家里那只母老虎腰包总是鼓鼓的，我倒在这里受穷，凭什么嘛？哎呀，别生气啊，他近来手头也紧。呸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那天我去元和钱庄，正好看到他手里头又多了个折子。哼，我总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家里的钱，你这个当主子的反倒没本事拿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要花几个钱还得看老婆的脸色，真丢人。我早就想休了他。得了吧你，这话呀，听到我这耳朵都起茧子了。上回你说抓住了他和荣哥哥的把柄，总算把个休字说出了口。可如今怎么着？你家里头还不是他做老大？哎呀，这回不一样了，这老祖宗没了，这老爷太太走了，他的靠山全部在这儿了。哎，可还是得把荣哥找到，把他俩通奸的证据拿到手里，那就十拿九稳了。我倒是听说有人见过他。真的？在哪儿？
在郑家庄。郑家庄？他怎么会在那边？哪个告诉你的？哼，这个人啊，你也认识，董金铎，董二爷。这种道上的人你也认识？我呸！奶奶，我在跟了你以前，这道上的、宫里的，我认识的多着呢。好好好，哎，倒也好，干脆就麻烦董二爷，请他帮忙把荣哥找到。到郑家庄去捞人，这可是大活儿，你没钱，人家是不会干的。又是钱，哎，你先跟他说，只要把人给我捞出来，钱就有了。卖花布了，来看一看啊。董二爷，里面请。连二爷啊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董二爷。哎，两位都是二爷，还真是有缘分呢。董二爷幸会，连二爷客气。董二爷请坐。连二爷，你要办的事儿我都跟董二爷说了，今天见个面儿，当面锣对面鼓的这么一碰，事情啊就可以办了。您说是不是啊，董二爷？连二爷，该办什么事儿，我是知道了，可有几个关节儿，我还是要问个清楚的。董二爷请讲。连二爷要的这个人，荣哥，虽说是袭的爵，可你知道他头上毕竟有那么一顶五品龙禁卫的大帽子，所以这件事儿不闹开来就罢了，一闹开来，只怕很难收场了。这个嘛，董二爷不必担心，我要修的是淫妇，抓的是淫夫，要办的这件事儿冠冕堂皇，他不敢闹。要说这道上的是不管家务事的，尤其是拆家散伙这种造孽的事儿，咱们日常是不做的。我请二爷做的只是找人拿证据，我要休掉我家那口子的事儿，其实早就定了。我跟他要说早就决裂了，这一回便是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。连二爷既然这么说，那我也就不再犹豫了。你家荣哥常出现的地方，我的确是知道。等找到了，交给你。谢二爷。